从小我自己在部落长大，然后我觉得部落的文化，深深影响到我，一直到我从学校毕业回到部落的时候，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没有很充分的师资可以教授小朋友一些文化，尤其是舞蹈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在我的上班之余，我还有一些时间，我就可以训练他们。我们的精神就是传承。那新传它这个团名其实不是我特别去选的，因为当初我们是选嘎穗，嘎穗是柴火的意思，就是薪火相传，让我们的传承源源不绝。我会把我自己在学校教课的钟点费啊什么拿来当做我在训练他们的一些什么茶水费之类的。我不会因为说这样子带着他们无几职，然后觉得辛苦，或是觉得好像没有回馈，然后就中断。我是一直期待有我教出来的学生，将来他们大学毕业回来部落，就接着我的工作。哦，亲爱的，你还好吗？要感谢你陪我。辛苦不会，不会。感觉一开始练还蛮辛苦的啊，但是跳完之后就觉得很爽。跳到流汗就很爽感觉，就是很有成就感。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团，然后我们跳也不是那么专精，可是我们很注重小孩子的品德，还有就是待人处事。就比如说小孩子不乖，就是说你不乖，我就不让你去跳，会这样子约束他们。他有时候很凶，然后可是平常也对我们很好。就是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真的很坏，会打人那种。虽然很凶，但是还是谢谢他教我跳舞，然后让我接触原住民舞蹈。哦，亲爱的，为什么要问这个？你想我吗？在每次我离开你的时候。那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我们自己发挥我们的所长，看我们自己的长项在哪里。那第一个要先把自己部落的精神表现出来，对，让大家知道说，属命生在这个部落到底有什么特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精华表现出来。部落的精神就是凝聚力、分享。凝聚力跟分享，对，这是很重要的。